比如说老的时候60、70岁，想说2度就业，你可以去那种有没有？喂，请问是那个客服中心吗？是的，请说。哦，我跟你讲，我买一台车啊。哦，是哦，一台车。对，是不是在你这里买的吗？应该不是，我们这边不是卖车，我们这边卖电话的。哦，是。哦，是卖电话。不好意思，所以学生你可能打错了哟。哦，我打错了。对，如果你需要电话的话，你可以再打。我打错，你干嘛接啊？我要跟2位主持人比。2位。空哈比。我跟你比大，我跟你比小。我们3场空哈。怎么样？跟我比小。嘿，哪一样都钱都盆太嘎，等下叫披萨，还要帮我看哦。1、2、3。哦，我跟罗哥比大是不是？哦，跟你比小是不是？哇，这很难呢。老年倒立台，老年强下来。来，今仔大家好。基本上喊迄强下过年时间嘿啊，主办。他赶紧弄过年过多年，田传业演出一道，你是叶太啊？你是吧？所以他赶紧过年过多。你是啊，古时候几十公年都看到的，你老年大对。今年还算过年嘿。对啊，所以过年期间，俺汉做特别节目问他。对啊，你还有主题呢。量发富贵养新春。有主题有啥呀？呀，主题咩差不多嘛。对，就这个变咯，伊。我今年讲按油腔都当作特别优秀的来宾来到俺的节目。冯阳他这个。到老年啦。一神凤有嘛哈？还有我们中东来的花生有没有？为什么是中东来？他的衣服很像中东的，有没有王储会走个衫服啊？对，今天都很会唱的。呀，风烛欣赏，好像就只有心怡很厉害，也很会唱。心怡真会唱哦，也很会唱哦，很厉害啊！你根本要表现的狗的情理会哦。哎呀，我早上有听到他彩排。然后浩源是已经过了10关了，第一次来当嘉宾呢。嘿呢，冯阳。对，轻轻松松，你看扯了个片。他今天应该会认真听人家唱歌了。对，今天还是过年期间，过年观众特别多啊。大家今天还是要好好表现。好好的表现好好表现。因为表现的好，就做的通告游戏。养的就有红包。对啊。你觉得他们会开心吗？每一次那红包里面都空的。你怎么？你这次可以让它变真的啊，黑某。以你螺丝风。我自己加码都差。对啊，放点东西在红包里有什么吗？我助力，赶快去领钱，快点。领个20万出来。你是班你助理今天不是罗嫂吗？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哈。好嘞啊。好不好？他敢向我过年，向我来搞啊哈！来，带着后堂歌问他个。TV，欢迎嚟嘅梁淑妞帶來後堂嘅歌曲。好嚟，彈開啦嚇。
哦，新年快乐！安尼新的单元那个 TV 的冠军歌手嘛，哎呀，难怪排出第一棒，真的，第一棒嘞，厉害嘞！第一棒就是强棒，强棒出击啦！哎，素玉姐先跟大家拜个年，拜年，祝福大家龍年大發財，富氣天年來。天年來哈，這樣賺錢啊！對呀，福氣青松園。哦，他講人家比賽比踢以後，嚯，安尼個蠻耐去表演，蠻耐去表演哈。好啦，係冇搶斷的吼。因為啦，當因為參加我哋個富氣羅界三燕宮嘅鄉村人啦。哦，當年過年如果去參加，知道嗎？之前如果去參加，會。哦，真的啊？今日有獎去創國門塔個塔。會。哦，有錢我拿冇？有啊！哦，聽說紅包金太包。哦，應該，也有較紅嘅，也紅包拿個多條。有，真是啦，真是有哎！哎呀，應該啦。他們也會隨着他的知名度水漲船高，對。你鬧捏過水出去的，真的就不一樣了，就沒有隨便請得起，好唔好啦？就是一個牌啦。哎呀，啊有乜個表演都較有印象嘅嘛。乜個表演啊？哎呀，行春宴其實係拜糖豆呢。係，其實係計啲村民有冇？係，แล้ว計富橋嘅片呢？แล้ว計媽祖婆有冇？鄉下有介。咱當朝個還有準備當澎湃東西本身是有炒米粉啊、糖肉啊，還有糍粑。哦，客家好食，客家美食。流鬧熱啦，哦，清河，清浸，哦，真有客家味。係啊，哦，鄉下嘅老幾隻富橋安樣，喺個宮廟嘅頭前表演本市民看啊。對啊，家家戶戶每一個都請客，有嘛？哦，真的哦。對呀，然後你就隨便去哪一家吃一吃就走，拍拍屁股就走。哦，真的。富橋嗰片咁有啊？沒有你嗎？沒有，苗栗山茶嗰片吧？才可以進去啦，係嘛？苗栗那邊有嗎？苗栗嗰片？有啊。你要羅浮嗰片有係啊？我3年當年迄4月26。哦，你冇轉去期盼係啊？冇頭白細細，也冇。人家要貢獻故里啊。很想啊，但是已經太久沒回去了。哦，對啊，但是很懷念以前小時候那個過年。嗰種氣氛啊！哦，真的哦，你阿笑哦！來，哎，衝得嚟，來搞一個遊戲好嗎？係啊，公演就拿紅包啊！好嘛，好來。哦，按台好大的撲克牌哦。這個撲克牌哈，你隨意抽一張，看你要跟他比，要跟我比。我們比大小，看你會比台呀，比誰？好，你先決定你會比台呀，比誰？比台好嘞。比台係嘛？係啊，你要跟誰比？讓羅哥比好，羅哥比大就不能跟我比，我跟你講。哎，同講哦，拿起來先莫看哦，哈，你不用那樣來。什麼意思？你這樣看不起我？沒有，我有哪裡不大？你什麼都大，但是我們外形看起來就是我比較大，是不是？你是內在大，好了，哎，同講，等他，拿起來先莫看，好嗎？那不用那樣調拿當紅，我們對方可以看到對方的牌，好了，好不好？隨意抽一張。一撒咗嘅結天一拜，會翻牌嘛？ 1、2，做唔得看哦。3，對方當中的看得到，來，好，你互相看一下，亮傻，我翻牌嘛。蘇妞記我翻牌嘛。不行，那個電影熒幕，我就看到了電視熒幕。要重來哦，要重來，熒幕看到。我擋着。這個太作弊了。冇看到，還冇看到啊。所以你是比大，對不對？他比大。 你比大啊！還冇一分，還冇看到。我當然要換啦，開玩笑。你就看到嘞，羅哥，你可能要越換越細哦。越換越細，我不相信。好，我跟你講，我賭運很堅強的。來，我換一個。越來越小吧？會不會越來越小？他肯定越來越小啊。對啊，幾度拿都按台牌嘞。哎呦！年紀越大，越來越丟，所以會越來越小。做唔得看咯。哦好，這張好3。 好，董簪，好 ，Q 哈雷翻牌，放在桌上，1、2、3，變出來。羅哥說，願賭服輸，紅包拿出來。不是 A 都最大嗎？沒有，2才是最大，好不好？大老二。大老二 ，OK， 好了。最小。還有恭喜蘇妞記。我以前玩個 A 很大啊。對啊，4條 A。是蝦米 A？唔是迄 A 哦。哦，唔是這個 A， 唔是 A 哦。A 啊，落地 A。 A 啊，落地 A 啊，伊都海啊，落地海哦。恭喜蘇妞記。恭喜啦！恭喜發財。
红包拿来。哎呀，好了，恭喜啦，恭喜恭喜，是的，好了，回做消息，哎呦，旗开得胜，真的，真的，感觉你要一路送到底。希望，嘿哈，起码他个来就有拿到红嘛，有红包，虽然里面是空的，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补，罗哥会补进去，他刚刚助理已经去领钱了。好了，好了，杀好了，杀了，嘿，总业 Q 带了后堂的狗 Q 哦。好了。两位主持人好，TVB 冠军歌手，对，等大家拜一下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龙转乾坤，喜事连连，平安健康，幸福满满。哎呀，唔好講啊，你開輕鬆呢？係咪？哦，過年我有應來了冇？係啊，呢個一下過年吼，阿媽嚟到喎，大家呢個交通方便啊，要差吼，大家呢就塞車塞到個半路嘅吼，冇住我大家風景區哦，當然咯，唔敢時哦，我卡扶貧行下咧，不過我記得細細嘅時當好搞啊，當年過年吼出去揭山啦。啊！哦，我個現最有名嘅就係四條山啊，哈，名勝古蹟咧，哈，啊，仙山咧，真的哦，對啊，你講仙山。山當嘅有12草苗，
台语就是百姓啦，西语呢就是老散发啦。就跟美丽言吼，跟刻度跟新竹言。哦，台湾细家啦，我伊啊，他会重复色茶。系啊，对啊，哦，像啊，三档伊个没有地波度英国，没有地波度英国，咩青岛语。没有啦，还是。大公演都会110。对，真的行平安嘛，行运啦，不过两四六三吼，总当到个樱花吼，公演的时候可以动这样走得一下嘞。哦，对哦，现在大家好喜欢看樱花哈，好奇怪，就在樱花下面，然后拍张照这样子，完美照。有什么好拍的？我搞不懂。啊，就人比花娇啊，一定要拍一下那种啊，对吗？对啦，对，反正就过年嘛，就是行都可以那行啊聊聊啊，要走春嘛，心情没有开始回笼。对呀，好来，冲特的来比大小，看你之后再拿到红包嘛。好来，对，请移驾到这个桌前。你要比大比小。哦，比小，你要跟谁比？你要跟谁比小？我跟吉娜比啊。通来，你跟我比小一定输啊！一人抽一张来。好了，吃下来。一手出一张，好来。青菜，看人。青菜啊！哦，不用我调那单方。好来。好，我玩嘛，唔来玩嘛，冇，你玩嘛，冇，考停。你们觉得他们要不要换？啊？不要换吧。换小哦，换小哈，比小是不是？我突然想换。我看到林采莉的脸，我突然想换。麻烦一种，那就不用换了，好不好？哎，麻烦一种啊，让你换，吉娜你一样换。好，那你换。台会照着你的身形走，你放心。你换。不会啦，吉娜变瘦了，哦。你为什么要换呢？对啊，你为什么要给人家红包？我就是女人心海底针呢。哦，我就是想换不行。难捉摸，真的。没有哈。对呀，必 C 啊，必台。必 C。哦，必 C 啊。好了，请开牌来。耶！哎。好了。不好意思。红包没罗哥本啊。对，没有啊，他就没有红包了。也没有红包了。哦，必 C 哈。对呀。开牌 C 哦。对呀。我就说你干嘛要换？那我刚刚是什么？哦，你刚刚是这样。嘿哦，这样吉娜自己给红包，这个本好的啦。对呀。好啦，等下认赌服输。我印象好像有加钱。哦，我还以为你的那个布拉甲是红色的。没有，布拉甲塞不下任何东西。对。排 C 啦，好不好？排 C 哈。会赚正财。嘿，要不要拿一个空的红包带回去？来，每一个人都红。嘿啊，见红啦哈，只是等一下没有装钱这样子。谢谢，有就好，有就好。排 C，风暴没有千麦呢。哎呀，对呀，红包至少一个要1块钱。见红嘛，嘿嘛，1元复始。你还动好用呢？嘿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子 C。对哈，我们比小。对呀，比小，你干嘛要换？啊，好啦，排 C 了。好了。好嘛。有时候就是会激起好胜心啊，没办法。对，我们还是要有运动。都零彩力啦。就是没有那个赌博的精神还是要在。你们大家表情控制一下吧，控制一下。对啊，还是要有。嘿呀，好 ，OK， 来，接下来我觉得应该很会赌。清理会，嘿嘛，哈。对呀。罗莹莹待会我当然够 Q。山中。
风和烟霜，白云间一片孤桑啊，万阴山中塔好时。艳阳流春风不脱玉门关罗先生，来，百年。好，性感人烟后，祝福大家龍年大吉財源旺，福臨門萬事興。哦，厉害！赞！真的，这个老师哦，因为我按后面啊，这不应有这样出国去表演的，怎么那么好？一听是哪有客委会的钱呐，还是什么？该片给您绕墙啦，就是那边的客家会邀请这样。哦，真的啊？对。哦，唔要按台湾出钱，还唔要去选委。台湾还可以省墙去补出。哦，拿2片的钱哦。嘿，唔講咩啊？一片。唔講外國客委會嘅幾條嘅預算啦麼？係要拿去就為補出你安用去，係麼？上次家咪係。入到大家係強下外去嘅，就會貼到錢。即刻貼錢。從我入土學生去啊，學生記到係很聽我去嘅，就會即刻貼錢。當初蘇沙搖啦，對，要帶佢啊，出去見世面。錯。有去過印度哪隻國家？我去過，當然東南亞就挺有嘛，馬來西亞、東南亞、馬來西亞嘛，香港、新加坡、印尼，印尼也去了，南非錯冇？南非，阿根廷、巴西、巴拉圭，澳洲，法國，德國，哇，你去的都是跟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呢？有一個本來有，巴拿馬，去完我們就斷交。真的哦，不過喺嗰邊客家用情有強嘅呀。係啦，其他全部有客家人嚟嘅。東島，喺全部喺台灣早期過去嘅，也係後來過去嘅，也係。頭擺嘅太多嘅客家人過去，都有，應該都有啦。不過新加坡嗰邊下島係老橋，就是太多嗰邊過去嘅下島啦，台灣嘅下島。新馬地區像那個印尼萬隆那邊就全部都客家人，真係哈。還有泗水，會講客家話啊。馬來西亞嗰邊青島人會講客家話。馬來西亞的東馬客家人很多，尤其東馬另外一個東帝汶。那邊最多，那邊客家人好多，那邊最多。你客家四川人太哦，所以客家人口比閩南人還多，真的，全世界啊，真的，我要去寫不住了。唔係啦，認當講，其實台灣認當到乜嘅
族群啊，促进都有。不过运动讲，我个经验是，就係客家人在國外吼，叫做漢下現實區，所以叫做東大病。比如講吼，我去到巴西嘅時節啦，就有叫鄉親哦，佢設個可以說是有點類似當時的，我當時去的時候，那個西門町很熱鬧，那個時候，加上鄉親，佢哋巴西嘅類似西門町那種路段，叫做三點屋。哎呦，他巴西打拼賺來的。他巴西嘅片，佢數嘅屋數1000啊，一張嘢咯，推比800萬。哦，佢講佢動作。他說他剛去的時候，因為他什麼都不會，那他只會修水電。那在台灣水電工，在巴西嗰片吼都擺6禮拜冇人做事啦，他繼續去人家池塘茶，緊去緊問，有人愛漲水天冇，唔會葡萄牙語，對，他就學那幾句葡萄牙語，就是有人要修水電嘛，繼續按去人池塘茶按去出來嘅，很上忙哦。嘿，按去傳到山東波。他今天會成功，也是他努力得來的。錯。對，客家人就有點像世界上的人家說，有點像猶太人，對，就是在事業上啊，很會經商，很厲害，頭腦。清努力，清爽。不過你係去表演啦，表演未當到神奇嘅事情。比如講，我去南非嘅時間，從你經驗未天啊，很缺電嘛。我哋去南非表演嘅時間哦，充電哦，充下，結果天天用個啥？天用個啥在上面傻笑，可是台下他們就是很習慣。然後5分鐘後電來了那個音樂，然後一放那個 DJ 說：“老師繼續。”對，繼續說。所以我覺得出國最好的地方就是都動到客家鄉親啊，所以佢就動給你們不同的反饋。對啊，對，感覺到親切的。對，在他鄉遇故知這種。對啊，還有因為許多改編就有啦，我們有那個鄉親去，他其實不會客家話，可是。我們你表演結束之後，佢走了淚點啊，然後淚流滿面。他就說，因為佢講佢會講客，佢沒糖的是淚。你長得好像我失去的女兒。佢講佢糖到客家溝通感同，因為他說那個是他阿婆給他的記憶母語。佢唔會從嗰啲糖到動感。真的出去外面就會感動到很多事情。尤其是人在他鄉是故鄉。好，來。好，充電可以抽是嗎？比輸贏。賭後，你比他比誰？台西用台西。我讓你比就會比誰？我讓你比台。我你比台呀誰？比台好嘞。台好來，台跟羅哥比大。對，台。好，吃價。好來，1、2、3。翻牌。要換嗎？啊，比大是不是？比大哈。我翻牌，我翻牌嘛。因我看，因我幫你看。因欣賞會翻嘛？啊。吃的，我是覺得不用換。我覺得不用換誒。比大的。我覺得羅哥更不用換。好了，不用換了。羅哥羅哥50分。好了，好了，1、2、3，開牌。耶！送紅包。今天就是聖誕老公公，對不對？對啊，你今天這個就是紅包袋的衣服啊，感覺就是要插滿紅包。你會放嗎？好了，這1塊錢，紅包袋一個1塊錢。對啊，不要有1、2錢的有，不是你回去你可以，因為我們過水，這個有帶運氣的。對。哦，那等。你要壓在，你放去，你可以。你要放哪裡？你太習慣了吧，老師。哦，恭喜拿到紅包，恭喜紅包，謝謝。好來，撒來，還一組係翁鳳組欣賞，還有發神。哦，哎呦，合唱組哦。係啊。哦，來，待會後堂有個 Q 哦。彈過來哈。如果你比如說老的時候60、70歲，想說2度就業，你可以去那種有沒有？喂，請問是那個客服中心嗎？是的，請說。哦，我跟你講，我買一台車啊。哦，是哦，一台車。對，是不是在你這裡買的嗎？應該不是，我們這邊不是賣車，我們這邊賣電話的。哦，是。哦，是賣電話。所以學生你可能打錯了喲。哦，我打錯了。對，如果你需要電話的話，你可以再打。我打錯，你幹嘛接啊？
来三五送嘞，送饮料量又好通嘞，唔知哪家将阿妹嘞，只通三五不见影嘞。路上冲到妹面前呢，有情三哥来结缘呢，阿妹等你奉献莲哦，奉献莲。冲流来山啊歌啊，来去流来演啊。流来游那情路，来游啊伊那，两人手一了线啊，同心流来恋啊。欣赏啊，两位欣赏好，奉祝欣赏发生欣赏好，两位主持人好。好嘞，先同大家拜张年啦。新嘅一年，祝福大家萬事如意，平安健康，還要愛祝福鬧熱擂台，舒適長福。哇，輕鬆了，舒適長福，節目上繼續做嚟做下去哦。咁多人用問呢？大家好，我係發生，祝福大家比勇菜田，步步高升。哦，沒請過，沒請過呀。兩個第一排合作了，第一排合作了，對啊，真的。第一排的部隊當中共合作，又是賭哥嗎？不是賭哥，賭哥。對啊，鳳珠老師我的偶像，很多人的偶像，不是你的而已。那種流行的啊，從三國的部分都拿來鳳珠老師那個影片學習了。哦，難怪我今天聽你唱的就怪怪的。真的哈，這個不像以前了。沒請後堂了，沒請後堂。哎，沒客家人做的創作啊，呢，真的不得了。做欣賞搞到按都會學上也是哦。哎，鳳珠欣賞吃都做得嗎？從傳統的。做得啦，做得啦哈。做得哈。對啊。哎，你專業欣賞跟肯定。真勁嘅哈，對啊，我們金曲歌后。是啊。做得啦，做得啦。愛摸，愛摸，他沒有這樣好不好？做得啦，於勇做得啦，做得啦。
所以合作起来心情应该做得啦哈，同好啦哈，冇问题啦哈。呀，然后商人向下冲啊！对，还没有同后商人放心了，讲真。系呀，后商人资讯比俺遐条路人家较多咧。有人，讲真诶。然后商人学习，学习咧，同后商人都结合。多连结，多学习哦，还有上你的优点，我们要与时俱进啊，对吗？没错，像罗哥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做到老真的很辛苦哎。我预计看他是赚到老，或是10年我就要退休了。真的哦，我退休了哈。对啊，像小哥那样飞哥有没有？过着田野生活多快乐啊！你还就做的了呀？你现在不就拾花人草了吗？哦，现在是拾花人草。拾花人。哦，拾花人草，不是拈花惹草。拈花惹草我就唔对。哎，好，冲出来，冲点来嘞。大小。哦，两啥都多了教一下哦。哎，你风主欣赏先来哈。好 ，Lady first 先来，比大比小，那比胎比谁？矮哦，那比胎啊？矮颜色爱比胎，我比胎，好慢一比。嘿。老帅哥比，来，抽一张。公主欣赏出一种，我出2张。好，来，好来，1、2、3，哦，抢彩排。哦，讲比胎啊，比胎哦，你都比胎哈。哦，你太去甲你用啥副熊看一下哈。哎呀，公主欣赏要翻牌嘛。矮哦，比胎哦，比胎哦，嘿，比其他胎就做得咯。矮唔爱，冇爱咯。罗哥你问嘛？罗哥可以喊吉生啊，罗哥没有4分呐。哦，嘟后生，嘟不会。帅哥老帅哥，罗哥到哪都大男人。真的哈。哎呀，好了，吃的我们10分。那就开牌吧，1、2、3，开。饭了，他开一张发了，什么？发我，你看，发了，发我，这是我发，哦，你发，你那么不会共发，我发跟发我差很多哎，差轻多，我还以为发我，好，问法神，来，你的比他要比谁？然后跟谁？好来，哎，你的比他要比谁？吉娜，好，比大小，比小，比小你就抽牌，好的。哦，两个是加2种。刚看到这张，不用抽就赢啦。真的吗？哦，好，比谁啊？比谁啊？你要比小呀？你比小，比小，不换，你不换，看身材就知道。你确定？你确定？比小，你要不要换一下？我觉得换一下啦。我觉得换。爱吃到爱换，爱吃到爱换。换一下。好，那我换一下。好，你换，你放。你一定越换越小的。众望所归。好了，换一下。真的吗？这个没办法，摆台，真的吗？没办法。但三张羽毛空央，我可能运气太旺了啦。我们比小，对不对？对，想必我很小。请开牌。耶 ！Lucky 7，我要去买大乐透。没啦，你们都能拿到红包，分红一下。大家都红了，大家都分红，谢谢，恭喜发财哦！好，法神风主欣赏耶雷耶风，好，多彩两利哈，谢谢，风，顺利哈，多休息哈，抢筹，好，哎呦，不错哦，这个也蛮可怕的，蛮可怕，哎呀，大家都有奖，大家都有红包，好，来杀下来，清风给总飞欣赏带来后堂的歌曲哦，和音界的老天使来。上高。
的真心，比孤单啊是啊，都是个个咪，比的安言都了咪的爱眼睛，不管行啊行都哪一边，不可永远的心独立。韩国西路遍地爱人厝，韩国天丘亲像无人照顾，寒西伫掠高野高处，几多春夏秋冬，比孤单啊是啊，比孤天气，比的安求到了你的爱眼睛，不管行到行难，行到哪里去，行的路不卡最上的真心，比孤单啊是啊，都是个个咪，比的安言到了你的爱眼睛，不管行啊行到哪一边，不可永远的心独立。不管行啊行到哪一边，不可永远的心独立。哎呀，好长哎呀，声音怎么的？安源对呀，呀，哎呀，刚还觉得哇，这个声音真的是好甜美哦！哎呀，对呀，这个年纪了还可以有这么甜美的声音。你有必要把全盘托出？你没空用，对啊，所以你没空用啦我这当时想一下，哎，如果你比如说老的时候60、70岁，想说2度就业，你可以去那种有没有？啊，喂，哎，请问是那个客服中心吗？啊，是的，请说。哦，哎，我跟你讲，我买你们家那个东西哦，真的有够烂的，烂到极点。哦，不好意思，先生，请问您贵姓？哎，我姓徐。徐先生您好，不晓得您买的是什么产品？哦，我跟你讲，我买一台车啊。哦，是哦，一台车是。哎，对，是不是在你这里买的吗？应该不是，我们这边不是卖车，我们这边卖电话的。哦，是。哦，是卖电话。哎，所以徐先生你可能打错了哟。哦。哎，我打错了。对，如果你需要电话的话，你可以再打这一支。我打错，你干嘛接啊？因为我有礼貌。是，徐先生是来哈拉的，是不是？对啊，有一个人去应征那种客服中心就是这样子。金思涵呢？你俩种声音同大家拜年一下好吗？哦。嗨，凤六年，祝福乡亲，祝福大家。做龙年，行龙运，发龙财，龙年行太运。做龙年的嘛意思，在龙年好好做人，好好做个龙子啊，对吧？吉祥嘛，又有力量，对，龙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真的，代表着力量，神兽，对，神兽。龙好像有分9种，9种龙，所以嗰种青岛嘅玉佩上面都刻9龙，真的，对，9种哦，哎呦9种龙，但是怎么分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难怪你们要起一个聊不下去的话题 ，Google 查一下就是有暴龙啊，有迅猛龙，不是不是那种龙啊，但是那个不是侏罗纪时代那种龙，中华民族那个时候那个文化中的龙流，对，
不管是什么龙都是很好的，都是好，都是好龙。对，好龙，来，好龙，来，抽个牌。飞行上平常赌博吗？玩牌吗？我超没有赌性的，真的哦。你们我们以前在秀场或是怎么录影的时候，不是都会去？你们没有想要插手？我们都没有，我都看哦。看这么多年也是看不懂。通常我们和声老师好像没有人赌。哦，真的。都是主持人在赌的，乐手也有。哦，乐手。现在不会了。坐在后面很无聊。对啊，搞不好现在已经在开赌盘了。已经我跟你讲，医生哦，小康老师都会。他的耳机里面就说，来，你们下多少？下多少？我其实哦，现在真的很辛苦的。我刚才赌他要唱3次，结果他1次就成功。那你就输了。小康老师知道，我只要站在这里，我就会很紧张。很奇怪哈，这个平常在这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哎，更有建议，以后惠老师只要到边唱歌，他都站那边就好，不要站在后面呢。你的会不会好想这样比较安全非常的无量自在。还是你要站在那个我们美丽的宝玉老师台子上面，站在台子上面好像也不错。来，抽一张。老师，你要比大还是比小？我们比台比谁？我跟你比大，跟我比大，大家都跟罗哥比大，真紧，来，出一种，别惊你哦，好来，对，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爱赌？因为我也很没赌运。比大是吗？我看，比大是吗？你很大，罗哥，你好大哦，哇，真的好大。慧茹老师，我知道你们10分啊，你们觉得慧茹老师要换吗？我觉得不用，对不对？不要了，好了，请开牌来。哎呀，好，恭喜！这老 K，一种老 K 出来了，你好运气啊！你看谁说你没赌运？哎，你龙年运很旺哎，一抽就抽到老 K 还红心呢，所以这个明年就可以今年我就可以努力的往前冲。对，你今年就可以做很多 cosplay 啊。对，一年呐，你可以先 cosplay 老 King 有没有？好，哎，好像不错，谢谢，恭喜哦！好来，沙哈落去满意。哎呦，沙哈落去 One and 南海族的冠军歌手咯，好演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我来唱歌了哈。光海条他替白坤都是真正会跳舞，他刚刚要轮到他唱的时候，他把老婆甩开了。对呀，没爱。为什么？因为甩开了。你们感情有暗差，因为没有准备，所以冇记得就错。所以哇，加练，所以应该这有喊的时间跳公海绕豆头前有一招无头欣赏，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看到老婆，一直看前面。老太甲小囡仔8年的阿婆，伊什么都要精神，总不爱动皮肤。不过寂寞听了个写作你做下功法，倘阿婆紧讲起，都带给马该事情。阿婆莫牵手莫行，阿婆莫牵手莫行，阿婆莫牵手莫行。但是爱阿婆就唔通爱给怕。鼓手阿婆记手按用过，听我在听，马给听，阿婆听，爱真劲头毛。老太甲小囡仔8年的阿婆，伊什么都要精神，总不爱动皮肤。不过寂寞听了个写作你做下功法，倘阿
无紧讲囝，都带去马该事情，啊无牵，无牵手无牵，啊无牵，无牵手无牵牵，啊无牵，无牵手无牵，但是爱阿婆就唔通爱给放。不说阿婆地手爱用过，行，我在行。爱真给糖果。阿婆无牵，无牵手无牵，阿婆无牵，无牵手无牵牵，阿婆无牵，无牵手无牵，但是爱阿婆就唔通爱给放。现场的观众朋友，鼓手，阿婆地手爱用过，牵，我在牵。唱跳歌手呢，还有两位，哇，这样我要守很久哎。史蒙亮斌欣赏，谢谢两位老师。哇，两位老师，谢谢。好，老师就请出去了啊，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对，本来想访问一下啦，但是时间上的关系哈，因为你们穿太多了，如果少一点我就访问。这样还太多吗？太多了，哎呦，好演，去个自创歌哎，哎呀，去个虾呀，KIA，黑马该意思，马该意思哦。你先跟大家问一下，问候一下，拜年一下，张伦给先拜年，好，大家好，我係老好年，祝福大家鬼年都有好年，福氣滿堂過龍年啊，過龍年。他好忙哦，他套句好多，又要唱跳，然后最后还要。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啊？我想说过年嘛，他当秀一样嘛，气氛，就像以前很多歌手这样，到最后啊还会撒花，有没有？黑啊，还会变魔术，有吗？哎，这就是秋跟马林小钟哦，小钟也会啊。还有什么林冲大哥是吗？黄安什么跳拜都会，有吗？罗哥会吗？我不用这些，你不用这些哗众取宠。对啊，不用。对啊，罗哥直接唱个破音，大家就觉得好笑。我们是以实力取胜，好好的把歌唱给大家听就好，不用那边耍那一些花腔，是不是？这些都不用了。对，我去拿扫把来扫。无啦，讲说啊，你俩条歌的清理好啊，舞曲呢？舞曲呢？卡还嘛个意思？哦，应该法典给阿婆哈，某天六个时节，你就伫周下讲卡。好，那在抱怨一些事情。哦，当时我从细正经谈么，佢都在讲卡迄嘛个意思。古时候我就写个啲耶稣舞曲嘅歌词。哦，我觉得你讲的太平顺了，你那个卡，你别离不开还卡。对啊，这俩怎么讲？是有点骂。还有改机。好，卡没给。哎，你们还5字经，我们家的是杂诗，不方便讲。有啦，我记得小时候都会听阿婆他们。马该没，马该俺都会听啊，这样子啊，就有点像闽南语有没有？哎，你就直接讲那个歌安那个就有点太直接，有一些人就啃，对。他不会看右边，哎，看这样，像在卡一样，差不多，这种意思啦。哦，你必然用下一条歌哎，哎呦，而且还是舞曲哦，对啊，心想事成，好奇特的一首歌，很奇特哈。对啊，这种卡，然后用这种。你抽本牙婆糖吗？我阿婆
啊，一点碟甜筒，对。但是我觉得很多对于阿婆的思念都比较可能。比较悲观一点点，有时候比较正能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徐哲伟，对不对？我们莫给思念好嘛，给他永远，用某空嘅方式嚟，对，给他反倒会讽刺的，对，因为他想要写舞曲嘛，给兄讲舞曲东西，我把我放在哪里？对，我先拜师了，都很优秀，都很优秀啦，来，现在重点来了，来玩一下牌，好吗？大小，当然要比大，跟谁比？罗哥，又是我，又是罗哥，真荣幸，来，点兵点将点到哪里呢？哈哼哈嘿哈嘿哈，来，好嘢来，下牌，1、2、3，比大吗？比大吗？哦，罗哥你真的很大哎，真的很大哎，你觉得你要换吗？浩源，我觉得你年纪小，个头也小，要换一下。我觉得要换一下。好，那给我换的一次机会，好不好？好，你吃假包，你不要放一下。我还可以给你看都没关系，作弊也可以。好的，有题目吗？赞哦。有啊，真的太猛！我跟你讲，什么状况会引起欢呼，你应该了解哈。赢的时候，对不对？1、2、3，开牌。好，你看不落去嘛该。后代有分，穷 C 给时间。对，你看我们两个加起来果然是大一点。对啊，我们两个加起来是什么？87。是一个87。我啦，A87。我啦。哦，恭喜好耶！谢谢。新的各位后堂，多多支持，继续加油，为客家奉献。好，谢谢，哎呀，太棒了哦！今日他个真的嘿，同欢喜啊，过年期间呢都糖后就是送红包啊。对呀，哎呦。对啊，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罗哥这样拿红包出来的时间，哎嘛哈。等一下会给我吗？希望。哎，等一下我们要比一下，是不是？七家人比哈。来，杀下来。啊，杀下来就是恩爱夫妻档啊，郑中比还有曾怡玲，他来后堂来口。来，谈个啦哈。天都太开始人都我爱心肝有越多爱祝福因为爱想爱让你太富看个草美满地方草莓风风似着你的面风风不爱心扑通扑通草莓风风似着你这顺风风不爱今日下好梦草莓风风似着你的面风风不爱心扑通扑通草莓风风似着你这顺风风不爱今日下好梦大家开始叫，我爱是上可怜伊的手。因为爱，想爱让你太富，看个草莓满地风。草莓风似着你的面风风不爱心。扑通扑通，草莓风似着你这顺风风不爱今日下好梦。草莓风似着你的面风风不爱心，扑通扑通。草莓风似着你这顺风风不爱今日下好梦。酸酸又甜甜是穷你，是穷你，海爱但你是想对你。
错每风风似着你的面，风风伴的心扑通扑通。错每风风似着你，就顺风风伴的今日下好梦。错每风风似着你的面，风风伴的心扑通扑通。错每风风似着你，顺风风伴的今日下。抱，公主抱，公主抱，公主抱，七个，他走光了，他走光了。哎，歌都唱到这样，你不叫他亲一个？我眼睛都看不到了，我。那天我老婆也是看到一张照片，就是那个人家情侣，然后也是就。整个抱在她男朋友身上，哎，她说，哎，老公，你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抱过我哈。然后呢？对啊，我说因为我抱不起你，那么大只，背还差不多，对吗？你说像这种小小的，那多好丢，好可爱啊！对啊，对吗？对，来跟大家先扮演一下，好，恭喜發財，我係鄭松偉。新年已應該係鄭怡玲。祝大家新年迎年，事事順利，聰明又伶俐。夫唱婦隨。對啊，這一個吸煙呢，一個高會會瘋的。講完條他第一擺看到是曾仲偉跳舞。他剛剛要輪到他唱的時候，把老婆甩開。對啊，沒啊。為什麼？因為甩開啊。你們感情有暗差啊？我本來應該是到各種應該想講，誒，應該我老去講啊，唔講，我想講，應該是彈吉他的人啊，所以應該聽彈吉他時候咧，啊，應該不用跳舞時候咧，我唔講，誒，你講，喂，因為我準備，所以冇吉他就錯，所以哇，格練。所以應該有閒的時間。你跳高矮老豆頭前有一招無頭形傷，你知道嗎？他從來沒有看到老婆一直看前面。他練很久，他練很久。真的，我們剛剛在休息室的時候，繼續緊練。我說你怎麼那麼忙啊？對啊，就感覺上剛剛他們的表演有點貌合神離。真的耶，我替把坤都還有呢。以後還是好好彈吉他就好了。對，覺得今年的過年，你們的感情應該不是很好。難講，然後一個在休息室喝咖啡。哦，真的，老婆不緊張啊。貴婦級的那個。啊，曾仲偉就智障啊。他沒有吉他就不行啊。他不協調而已，是不是？對，沒有吉他他就全身不對勁啊。跳得還不錯。你之前有衝跳啊，我記得啦。硬練呢？對啊。硬練呢？那個影片我都要下載，你知道嗎？好，來，抽牌。歡迎他暈絲後嘛。對，夫妻要共同體還是要點啊？一沙一中。一沙好，一沙一中。好，一沙一中，好來，大家就比比好來。你比胎比誰？比誰？比誰？我怎麼比？吉娜。好來。愛哦，比小嗎？小。好。哎，為什麼小的都會找你，大的都會找我？可能我現在比較纖細。對。最近他瘦了10幾公斤。都跳。本來是10幾，現在是10。10啊。走了10公斤，照道理講很多呢。但在他身上看不太出來。那有看得出來好不好？看得出來好不好？你看起來修為就低啦，看起來三副修。有啊，哎，我衣服脫了都要出紗了，好不好？很緊。太緊。好了，比誰哈？比誰？吃腳來哦。1、2、3。比小哦，比小哦。我覺得宜林的部分，宜林可以換一張。還沒吃到你就得忘。你知道光看了？比小嗎？對啊，比小。過運。摸一下。對。摸一下哦。摸一下好。好啦，睇下想送紅包本。好來吧，數一張。來，問一張。你看這個人要除到他胎都冇辦法了。對啊。好。真的。好來，請開牌。你看，攞開。哇！對啦，紅包。羅哥，羅哥怎麼熬那麼久？哎，要摸紅包嘞。
没有红包了嘞，来， IV 嘞，这个不，有没有诚意啊？这个红包比较精致。这个制作单位真的是，让他太薄了，熊会松哎。那么正经又不用钱的，快按盆。哦，你看越来越厚。哎呀，这个红包袋就2块。哦，2块。对啊，2块。刚刚的1块。你等下找我们1块钱，2块，因为是1元复始，好不好？哇，恭喜发财！哦，恭喜恭喜，温中比，多穿一伞。来，好，暧昧想要比，我想要比小。小哦，你要跟谁比？比较小。你要跟谁比？都可以，好嘞。要跟我比那。好，来抽一张来。我看起来很小，是不是？很小啊，很小。好了。哦，这样一定了啦。对啊，一定了啦。吉娜换了。比小吗？吉娜你换。哎，比小哦，比小哦，比小，比小，哎，对，比小，对，我要换。你要换，你再怎么换也应该很难换到，应该加大换。搞不好你也抽到1哦。好，试试看，对不对？爱换吗？后来爱换啦，知道很可能。对啊，吉娜换一下。比小的话，我是很想送你红包了。你也可以换啊，你要不要再换？你也可以再换，好，你也换一张，好了，够了100，好1、1、2、3，比小。还有第3次机会吗？请开牌。开牌。他开啦。有冇辦法？係啊。用敗幾批咧？唔怕人家本用有就好嘞。本用有。沒有，OK。有抽到一張。沒有了。他兒子那麼可愛。對啊。什麼時候發你兒子來？我包給他兒子。謝謝羅哥，謝謝。還有2個兒子，羅哥。一個會打架。反正這個是製作單位花的。哎，你今天穿這樣很像超人特工隊哎。有種啊，有窮哎。好，謝謝哈。恭喜用公婆團，今年颱風哦，恭喜哈。好嘞，沙來係真民族欣賞帶來好聽嘅歌曲。彈下啦。干妈，我有建议要2年，一定要请吉娜。做嘛？吉娜卖猪肉一定很有那个说服力。没有，东西配很好吃。来，你告。嘴边肉。然后呢？猪耳朵。一样内肉。都没有。长夜流里那。
民族欣赏，谢托。今日可能要来亲自什么主任哦，对啊，对啊，现场来讲哈，对啊，穿的最有诚意的美民族欣赏哦，跟圣诞节到过年来讲，我选子成，亲子成，亲子成的，桂民学校是奎师聪，聪都呀哈，对呀，跟下楼紫薇老师学啊，哦，对，来跟大家拜年一下，拜年一下，恭祝大家新的一年，两臂丰富，两发富贵，两田富裕，哎呦，赞，全部都成语，你知道吗？哎呀，哦，厉害呢，哎呀，民族欣赏公演有亲模汉嘛？系咪？你就从这位那了。我40节啦，公演全部规定是团圆饭。除夕一天赶紧亲个呢，亲祖宗家庭如何拿红包？爸爸妈妈呐，阿公阿婆啊，韩国家公家婆的红包。我分呀。系啊，我分40节啦。啊，你啊有孙的有姓马的。哦，分期。我系本期的。哎呦，佢发的红包要太唔掂喎。你用去太，生年200 Q 就好了。哎呦，那有空呢。我也冇了，生年200 Q 啊，1少，怎么那么少？哎，真的呢，吃的妹妹吃家出来。对啊，怎么这么少？我发本我姓马的6000 Q 呢。6000啊？係呀，個體計。我可以讓你當乾媽嗎？對呀。做得。可不可以小孩過年去你家拜年？哦，好啊。對呀，那個以前那個拉胡琴那個爪哥有沒有？他就帶孩子來拜年哦。對，拜年。哎呦，我之前有啲朋友哦，對啊，哎呀，這個喺台中。對啊，有一次我就帶小孩下去就拜年嘛，剛好就是順便回娘家這種。哦。然後就去找他，他就一個小孩就發1萬塊，哇，就包1萬塊，那更多，包給你小孩哦，包給小孩。那你呢？啊，他是不是有5個孩子？我回饋他6000。哦，哎呦，因為他比較會賺錢。哦，真的。我完了，我跟你講，每年過年的時候，還沒到過年，爸。我們要不要去台中？去阿伯那裡，去阿伯那裡是嗎？每年呐，現在還有聯絡嗎？現在還有聯絡嗎？我不敢聯絡，他不敢跟我聯絡了。我講啊，我講。不過新年呢是年輕好過年有紅包，對呀，有紅包呢。一年一突。你一年哈，你發按多錢本地，聽年係拿下少嚟，佢冇買飯。哎呀，真的。他年初你可以跟他講，因為今年收益比較少。嘿呀，對嘛，對呀，又被人家扣掉不少錢。對呀，阿婆今年賺的比較少。對呀，啊，你爸爸媽媽有沒有包很大給我？對呀。哦，沒有，普通都是爸爸媽媽包，我們再把它拆成好幾包。哎呀，按有回包，係冇。哎呀，就冇按呢。好啦好啦好啦，過年你阿本穿一下紅包。對對對，過年包紅包不能應該咩？來。先生嘅備胎備些，他計咧縫，唔要備胎備些，我備胎啦，備胎我會同老年，哎呦，哎呦，他覺得你終於有人看得起我，比較衰的樣子，不是啦，比這我一樣，對呀，比大，來，請舉牌，好來，要不要換？要不要換？好不好嘛？哦，比大嗎？比大，不要換，不要換。冇換啊！係啊，記得講唔好，記得講唔好換。比大係冇換哦。係啊，冇換。吉娜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你現在多小啊？吉娜小了，吉娜小了，開始變小了。請開牌。題目啊，見來見寫。哦哦，恭喜有拉寫。恭喜民族欣賞。哦，好好好。哎，怎麼又不一樣？對對，因為製作單位覺得成本太高。對，剛剛那個2塊，這個現在又1塊，所以製作人孟達趕快說，哥哥，我跟你換我。對啊，沒有，我們為了1元復始啊，兩隻紅包推一再 Q 啦。原來是有看人的，它有吉祥的意義。萬象更新啊！對嘛，哈，好，哦，恭喜民族欣賞，謝謝，恭喜恭喜，新年快樂！還被發現紅包不一樣，真的，你們是你們也很小心眼，眼光太厲害了。應該質感自己冇強用，很快點。對，本來孟達想要蒙過去就好了，對，還是被發現了。對啊，本人發現了很快。你看孟達多客家人啊，真的超級客家精神。好來沙下來，沙來，喊伊做迄林菜，你還用吳金峰帶來後頭個 Q 哦，母女檔。長夜難
还二重唱呢，开今后呢？哇，这母女真的对啊，跟刚刚那对夫妻档差很多哎。没有啦，人家夫妻档也不错啦。开今后啦，只是感情比较差一点了。感情今后啦。哎呀，金姐来，垃圾，说不得哎，说不得哎，垃圾。哎呀，那么害羞，你不亲我亲啊？两周我们的，周我们的。哎呦，心宇说他来啊，我说不亲我亲心宇啊，对啊。拜托。哎，母女档啦，先来扮演。来。祝福大家龙年阳财有进步，平安顺心快乐到。来，我来哦，祝大家龍年大吉，財源旺，事事如意，福滿堂。哇！今年那个猪用神力一听，我特別好。當年都今後吧，當年公演應該都不得了。哦，冇啦，而家龍年好好。哎呦，一兩年較好。嘿，兩年較好。因為有財力啊，然後嚟個網絡行銷。哦，網絡網紅行銷，網絡行銷賣豬肉還可以網絡行銷啊？哎，跟一平哦呀，要他，我們要跟上時代的腳步。對。真的啦，下訂單賴啊那些都可以。怎麼？我就會，我有做那個網站。沒有網頁，沒有網頁，你就會用臉書啊，然後賴，然後我有做一個那個海報，還是放上你自己的照片，然後下面有你的賴？沒有啦，沒有，我是放乾媽的照片，不用給他賴啦，老書記耶，然後我都會做一個那個海報，從去年中秋節的時間，就批他中秋節，然後做一個很適合的海報，就會有鹽蟲啊，烤肉組，對，我們沒有做烤肉組啦，就是鹽蟲有兩隻 Q 米嘛，鹹豬肉咩兩隻 Q 米，然後加錢下上去，就全部大家有的人就做在兩樣先。哦，是都現場之時來買的。對，而且像中秋節的時間啦，英英老師咩天數人家就真的對，你還賣豬肉？沒啦，迄記得到我嘅辦行來宣傳，名錄賣吼，音要認證哦，有相片當中的買。彩麗跟乾媽，我有建議要龍年一定要請吉娜。做嘛？因為吉娜賣豬肉一定很有那個說服力，沒有東西配起來很好吃。對。好沒黑啦，對，找我試吃，那個感覺就很好吃。而且你要帶那個，不要，不用，該買。配豬嗎？拍一張照這樣子，然後他的生意會更好。哎，我現在越來越漂亮了，很漂亮啊！你站起來的照片，你就說我如果賣得好，是因為我美色。對，譬如說你就腰內肉，對，還腰內肉。大家看他吃這家豬肉會像我一樣，沒有腰內肉。哎，講正經，記得豬肉係正經好食，它有回購。哦，真的哦。我哋講到最難聽嘅。不比記得不愛你選啊，真有回購2-3次。哎，你做得買嘛？我要買。你有養的時節做得買嘛？因為之前我就跟老乾媽講，多點紅燈下來，不如我們自己出去，對，所以我就一直幫他做行銷。你下次帶來鬧熱買啊？那這樣子有多了幾層？對啊。哦，我覺得這個效果非常好，真的。因為像講英英老師的版紅後。給100，我們是用送的哦，因為英老師那一班非常多，不用錢的，我沒有再加就是運費，反正因為一個片100送公益，因為那個數量有到，所以人家的就請支送一，然後順便去看一下漂亮的英英老師。對，還有那個啊，那個山上種的李子被我們的學生全部買光光。哦，真的啊，對，消費力很強。對，就是英英老師給版呢。購物能力非常強，真的哦。對，那好好巴結好。他賣永遠愛賣東西，就請英英老師直接去賣。大沙都訓出來好處理。那你是可以當團媽了啊？對啊，你就做團購就會。我怎麼可能在網絡上賣？我這些就賣不掉了。哎呀，不是賣不掉，賣到忙不完。哎呀，這個真
真的要好好哎，他们都是我们客家香精市场好大。对呀，真的很大。哦，小宽人啊做的买嘛该。没关系，我现在也有卖一些产品哈，到时候再麻烦帮我推销一下。有2个够了吧？狗狗粮食。哦，那个也可以啊。什么嘴边肉、猪耳朵？你看，黄希宇，来，你告。嘴边肉。然后呢？猪耳朵。腰内肉。腰内肉。都没有。都冇。我同讲2年啊，都冇。好了，来，冲量煮饭包啦，好不好？来，来两撒，一撒一种。干妈咸，干妈咸哦，那比胎些，爱比胎，我同妈一比，老二，爱的嘛，比胎。好来，通讲，抽一张来，吃脚来。现在煮，好来，放在头上来，1、2、3。你放错边，太搞笑。哎，还可以自己看呢。翻错边的比胎啊，比谁？我没看到。比胎哈，比胎，你要不要换？换一下了，我换一下。好，换一张，我帮你讲哈。好了，青菜帮。放头上，好来。好。我怕了。干妈，你一定是要走正财运呐。真的。穿足又超厚，那一层有结果哎。那我们翻牌喽，来。好，来。1、2、3。我4都比你大，难怪我今年的股票都没有怎么赚钱嘛。妈祖佑就烂，你有这个干女儿就够了。没关系啦，你股票没赚钱，我一个红给你。红包不是还是给你吧。我们彩礼卵。那我要跟罗哥比。哦，比大小。胎后哎。比胎后，来，去给他出一种。好来。1、2、3。比胎黑嘛。彩礼你今年一定旺，真的哈。对我们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吃到今后，今年就俺收两啊。真的。对，这是我的年。你的年没有啊？你刚好正冲啊。不会，一定是大旺，安太岁就好。对，龙哥你才要去安太岁。龙哥，我那么小吗？一直抽到一样的。就很小。好了，送宝宝。龙哥，你已经抽到第2张3了哎。刚刚也抽到3。对呀。不错啊。3期不错。哦，谢谢。好了，谢谢。2年太穿钱哈，好，安子 C。罗哥，你今年一直在送哎，不错。3不错啊。对啊。你搞跟18岛阳开泰，对不对？对。对。闪闪发光，闪闪发光，闪闪发亮。7呢？善财童子，没黑，开心呐，对啊。对啊哈。好，接下来哈。下来迄王心怡带来后堂的歌曲。好，带来刚笑我的人。我要跟2位主持人比。2位。穷哈比。我跟你比大，我跟你比小。我们3场穷哈。怎么样？跟我比小。嘿，俺一样都钱都盆太嘎，等下叫披萨。1、2、3。哦，我跟罗哥比大是不是？哦，跟你比小是不是？哇，这很难呢。慢讲芭比没法比起，看你将做得彬彬有礼，点点的选择一个听听，莫那好啥不言注意，莫那好啥不言注意。慢讲芭比没法比起，看你将做得彬彬有礼，点点的选择一个听听。莫那好啥不言注意，莫那好啥不言注意。今日比赛嘅问题，讲出来无乜嘅意义。慢讲芭比是那个芭比，看你只能戆戆爱你。今日比赛嘅问题，讲出来无乜嘅意义。慢讲芭比是那个芭比，看你只能戆戆爱你。芭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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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副半来半你，无爱谈天高气。芭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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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都冲走起，讲那个加翻译，不用比 Gary， 不用比 Gary 而已，马盖当还是 happy， 你爱给自愿意。Bye bye Kenny， bye bye Kenny baby， 马上当还是 happy， 你爱给自愿意。慢讲芭比没法比，看你将
做的彬彬有礼，点点的想做一家庭庭，无奈好啥本应注意，无奈好啥本应注意。记着比赛的问题，讲出来无嘛介意，莫讲爸比是咱的爸比，跟你是咱戆戆爱你。记着比赛的问题，讲出来无嘛介意，莫讲爸比是咱的爸比，跟你是咱戆戆爱你。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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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呼我来问你，无爱天天过去。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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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度冲走去。马甲张还是 happy， 你爱的是愿意。Bye bye Kenny， Bye bye Kenny baby， 马甲张还是 happy， 你爱的是愿意。Kenny Kenny， 就算大啥都爱你，你爱的还是愿意。Bobby Bobby， 用半个奖章给你，我个规矩一个张地。Bobby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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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by， 想呼我来问你，无爱天天过去。Bobby Bobby Bobby Bobby， 你早就冲走去。还是 happy， 你爱的是愿意。Bye bye Kenny， Bye bye Kenny baby， 马上开始 happy， 你爱的是愿意。送台感。哎呀，客家美女，客家美女，嘿。哇，你有好庞大的合音团哦。你干嘛？你现在是芭比是不是？你现在是芭比吗？那我是肯尼。没有肯尼第一个片啊，没关系，肯尼有很多个。对呀，有很多个。我可以是肯尼的爸爸。今天有这样的感觉。有啊，你还特别点一个字哎。用芭比的感觉来跟大家拜个年。对啊，嘿。祝福台卡，欣欣向荣。哎，我不行哎，我真的不能当芭比哎。欣欣向荣，生意兴隆，后日龙罗哥强勇。龙，但是我现在是 Q 呢，我没有隆呢。Q 嘞哦。对呀。唔会啊，有一层的冇看到佢哋去疯你嘛。有红到我们现在。我跟你讲，我连坐捷运灯箱上面，我想说2年有被暗恋羞啊。你看到黄星宇吗？马上走开！哎呀，快板上来，连捷运上都看得到啊。冇，喺嘅茶站嘅大厅灯箱上面之前拍一个广告，哎，有新意，人寿广告哦，真的，对啊，多红啊！所以去坐捷运都会看得到你啊。哎，去板桥车站不用给我茶站，下手扶梯，西侧手扶梯。 Oh my god， 你真的多清楚，多清楚。我要不是因为东侧太远，我真的就要绕去东侧。下次你就要去东侧。好啦，快板 sell 啦，这年改天可以去看一下，看给大家有没有不一样？不会，都一样。都一样啊？可能被换下来了啦。没啦，很黑呐。对呀，对呀。我那天也看他一个广告，好像是什么，然后就在办公室吃东西，然后人家后面就弄你，然后你就你们吃。你觉得你看的是我吗？是你啊。你看的是什么广告？在弄我。弄什么？弄哪方面？你们俩我在吃东西，他在后面弄我。整你啊！整你啊！被杀你啊！在办公室还是什么？哦，会议室。真的有拍到多到想不起来吗？没有。某一条他请某行有主持。还有主持，你不能就是主持啊！没广播的哦，来讲就是跟哲伟哥抢生意那种主持。真的啊，是他不要的给我。他跟哲伟呢感情就好到这样，太好朋友。哲伟出歌，你还帮他打歌，你帮他打歌哎，芭比耶！我是那个 MV 女主角哎，处女秀，就是他给我这个。你今天唱芭比让他赚250块，真的。而且你今天唱这首歌还真适合你耶，蛮好听的。你很适合。大家记得去看 MV 哦，芭比。对，多多点阅。哲伟是芭比，我是芭蕾。咖喱芭蕾，咖喱芭蕾，咖喱芭蕾。好，唱到这里可以了。咖喱芭蕾，咖喱芭蕾。咖喱。
哎，好像蛮好的，就很好听。这歌接下来会很红，好不好？来，好来，抽一个。你要比大小，比大小，我要比大。跟我来，来，来，好，抢卡牌哦，1、2、3，一定要赢你。比大是不是？哎，罗哥不用换，罗哥不用换，罗哥这张牌就是罗哥比刚刚大一点，这个花色就是你的心情，真给，真的吗？对，哎呀，终于不是比三小了，哎，比大小，这是比大，我应该不会输吧？你这么小，你又没看过。可是他对你充满了有没有？Full of heart。哎呦，我觉得可以吧。请亮牌。谢谢罗哥，你看4颗星都给你了。对啊，全部的心都给你了。哎呀，钱啊钱啊，给红包啊！你看多爱钱啊！哎，我等很久了。对呀，钱是应该给人家的好不好？怎么了？手相看手相，怎样？看一下，哎，好像不错哦。哎，你断掌哎，对会发财。哎呦，断掌，哎呦，赞，这种女人不能娶。要不要巴瑞的 MV 找我？哎，可以哦。哎呦，说对了，断掌赚钱，断掌的女人赚钱。哦，赞，谢谢罗哥。哎，开封，开卡就走，好，芭比进来进风，好不好？哎，希望到各大的那个捷运站都可以看到。对，每个灯箱都是你，拜托，好不好？好不好？好，谢谢。什么心意？安子生，来，沙雷嘿，你压主角，对，压轴主角。哦，起在微欣赏，待会后堂的歌曲哦。好嘞，弹快了啊！日落有一天，我愛你嘅心比從不見要加一點，我比唔過，一走唔遠，就講一行的比愛較頭前，夜看有一年，我愛你嘅心比去年要加一點，我比唔過，一走唔遠，就等於吩咐我一天行到頭前，我愛做你個 Superman。喺你心中嘅太陽傘，雖然兩下來目前有路線，都想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到哪都係亮閃，做一個 Superman， 到哪都係亮閃，做一個 Superman。有一天，我愛你嘅心比從不遠要加一點，我比唔過，一走唔遠，就講你行得比愛較頭前，夜看有一年，我愛你嘅心比去年要加一點，我比唔過，一走唔遠，就等於吩咐我一天行到頭前，我愛做你嘅 Superman。喺你心中嘅太陽傘，雖然兩下來目前有路線，都想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愛做你嘅 Superman。喺你心中嘅太陽傘，雖然兩百個事情沒得選，我要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到哪都係亮閃。做一個 Superman， 到哪都係亮閃，做一個 Superman， 聽得錯？啦啦啦啦啦，我記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收集在这个新专辑人工的地位度吼，一个版本重新编曲，因为两首歌曲啊，伫老年本太家创逢的动感上。2023年、2024年，一本超人有隻新的進化，譬如講，你特別看，譬如講，不管係看超人啊，也係看蜘蛛人，第2集、第3集，蜘蛛裝也會換。就換，對，不是講他的設備什麼全部都特別先進的。不是講你新的編曲，希望大家喜歡。我喺董沈萌導播剛彩排的時候，一彩完，導播講，Superman 好好聽哦，強喲！因為導播今日彈那首歌叫《唐安童年》，你說哇，這首歌給我Superman 編了呢哦，說對，謝謝導播，謝謝導播，導播會不會是客氣話？我也覺得。導播本人也讓我們歡迎導播。導播本人現身說法。沒有，導播本來就。然後導播就這樣，我來了。不會，導播的人他開玩笑不會開玩笑，應該是有真實的成分吧。真的好糖啦！先來扮演一下。好，來，我喺70位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龍太有冇聽哦？穿前將水連後管唔停嘅，撩不停啊！哎呦，滿意佢前出動正勁哦！大家都想要這樣，源源不絕。對啊，就跟前日槍放鞭炮一樣呀，乒乓一直來這樣。講到放鞭炮，我印象當中咩？公園打紙炮誒，那公園細時當愛打紙炮誒，一定有啊，有印象哈。譬如講水鴛鴦，譬如講最高的沖天炮，那這樣是可能冇給太陽哦，隔壁零沙。你知道沖天炮可以不用天嚟下，有一個銅杆嘅，係講酒杆嘅，當皮有一個。夾在2個手中間，這樣夾在自己手上哦。聲音啊都嗡啊！我說夾着我就發抖，可是聲音的嘛，聲音盤講你不要勇敢吧，假裝勇敢，捏太緊，砰！然後講那耳聾兩日唔敢講，真的假？完全唔敢講，樹冇被崩到，冇被崩到，講湯樹會崩到不爛的。真的啊，懂一下。我被水鴛鴦炸過，I D。真的假的？真的。炸到哪裡？炸到腳。為什麼我？你想要問我是不是炸到臉？是不是？沒有，我臉沒有任何事情。為什麼要炸你？為什麼？我就唔敵，他就丟到我腳邊啊，我唔敵啊，就炸到嘞。OK，就按不壓嘛，我咩唔敵啊？看唔到。回家才發現血流滿腳，真假的？你看我多遲鈍，我發現眼睛就搞唔掂嘛，我還繼續玩，回家已經整個腳都差點截肢。神經比較晚傳到，就說講你阿公人可能然後以前真嘅冇乜強用，對啊，然後潛到咗嘅打字嘛，因為你有跪天嘛。和平公園咁做的，你阿妹做唔得。跪天。哦，有啲去踢做的。比如講一度點到一度點，千萬到一度點都做唔得。還有啊，正經嘅打字炮唔怕，不過盡量注意安全。比如講，你接看到過年時節啦，打字炮嘿，對不年不開啊個沖天炮衝到人家家裡，對啊，唔好，很危險，對，還是要小心一點。嘿啊，牌桌上打放炮就好。最主要就是邊放炮，然後邊聽芭比。對，芭比。來，本太搞的大小。我跟你講，最後一個我要玩大一點，我要跟2位主持人比。2位？窮哈比，我跟你比大，我跟你比小，我們3場窮哈，怎麼樣？跟我比小。嘿，我一樣都前度本太搞，等下叫披薩。剛剛我聽到想要叫披薩，你要跟我比小哦。來哦，幫我看哦。1、2、3。哦，我跟羅哥比大是不是？哦，跟你比小是不是？哇，這很難呢。哎，哲偉哥，你們果然是主持人呢。哲偉哥，不管他比麥，對，你還是有紅包，你還是要歡迎他。沒有啊，你跟他比小，你還是有啊。哦，對不對？來比小，2、3。哎呦，哇！我說你們2個是不是一配？這個牌好不好看？你們2位就是王牌了，哎，真的，對不對？而且我們倆是只有5的王牌，對，安妮好寬哈，好，我還是要有吧，One pair，謝謝羅哥，這個 Happy Ending，真的太好了，謝謝哲偉哥，謝謝，來紅包，謝謝羅哥，太敢開春節，謝謝，希望你今年能夠真的可以得到金曲獎，好嘛，好，那獎杯記得帶來，沒有入圍也好，周得面壁，好吧，有我們集氣，有我們加持。
什么？好，在这位时间感谢老年大旅团。一天来，一天来，一天来转来，一天来转来，不走不走有没有？不走有没有这样子哦？好了，谢谢大家，什么那个，谢谢谢谢。哎呦，撵除吧啦，黑毛，红毛全部松锵锵的。哎呀，不敌不觉啊！哎呀，时间已经2点钟，差不多又过去了哦，唔怕，哎呀，公演全部都在 NTV 节目。真的，哎，好冲口的朋友啦，哈，你就夹夹来报名，夹夹打天巴来，哎呀，真的系啊，而天巴伊就好。人叫你报140块。人966，人67676。人966。676人，人6人。你特别做你啲波咩？係啊，唔講醫生人嚟，你應該記得吧？我記得人966，670人人，夾夾打天巴來報名哦。等下天巴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哦。什麼那個？多謝，謝謝你們。拿到寶寶6年開餐前，蹦蹦蹦。什麼小江老師還有冇謝欣賞？謝謝老師們，年初8快樂，下禮拜見。什麼煙囪公眾也辛苦嘞，新年快樂。下禮拜我唔記得，一聽到正式時間呢，老年大旅團，老年共。